这是我们民族的衣服，是我妈妈亲手为我做的，这都是我妈妈一针一线的给我缝出来的。希望我妈妈的手艺给我能够带来好运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新年好的时候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哈尼族歌手赫尔皮郎。你的名字慢慢的说给大家听。我的名字叫赫尔皮郎。你们起名字太可爱了。今天的服装也很可爱，我看到衣服上有好多的钱，有很多硬币。其实这个是模仿那个银元，现在用的都不是真的银，用的是那个铝制品的啊。对，这个服装就是你们的民族服装了。对，这是我们哈尼族的，其实是一个盛装。盛装。我平时都不大穿这个的，但是我为了参加这次节目，也为了更多的展示我们哈尼族的民族文化，所以就穿了这套服装。好的，非常的漂亮的衣服啊。谢谢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请大众评审和赫尔皮郎一起看一下他海选的表现。诺耍和耍，努力那就马杜，你们几度天涯红。如今我们刚分手，你却拉走别人的手。妹妹，你是负心的人，你给哥哥添忧愁。哈尼族的名字叫赫尔皮郎，是什么意思？我爸爸的最后一个字是我作为儿子的开头一个字。我父亲给我取的是2个字赫，后面的皮郎是我小时候经常生病，所以就我认了一个干爹所以干爹给我取的一个皮郎。如果我有小孩的话，就儿打头，很像我们的接龙。看一下现场的灯，还有19盏灯。看来大家对你也是充满了兴趣啊。对。9号只有你灭灯了，感谢。为什么呢？唱他们那个本民族的歌是比较好听的，然后就是说是后边唱那段，我就感觉我不太喜欢了，把灯给灭掉了。更喜欢他原生态的表现，对不对？19盏灯，那么哈尔皮郎有机会在现场来抽奖了，看一下。我选那个张玉吧。好，来看一下有没有奖了。刚刚的那个服装和这个就不太一样对，这那个是我自己做的，亲手做的。这个谁做的？这是我妈妈做的。这里面都是一针一线的缝出来刺绣品，民族刺绣品。这个好像很复杂的样子。大家可以给个那个透写这是手工刺绣。就是我妈妈现在年纪已经大了，都快60了。眼睛花了都看不见那个缝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对我来说是比较珍贵的一件，所以我一直都不大穿这个衣服。我请大家也看一个照片，哈尔皮郎给我们讲讲。这边上的就是我女朋友。然后我最小的妹妹，我的下一个妹妹带了大包头的，那是我妈妈。光这个包头她就花了半个小时，因为这个包头它有25米长。那么长，对，都要缠到头上，对，可不得花半个小时吗？对。好，给我们展示了哈尼族的风情，也谢谢哈尔皮郎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请大众评审全部亮灯，他要在现场带来他的表演了。不唱马都没有马新呀，接了这个东方草啦，我明明有多的有难呀，努耶，不个毛草，铺在这里，铺靠边捞，人到活到，前面有呀，这都会痛，那就做不着不，会嘛眼脸呢，就做不成呀，
可能讲各种东西，拉丁嘛怕阿德梅路，哎不知这行路呢，哎东半朝呢，恰不呀东半哎东半朝，也苦着呢东半朝，阿皮罗南东半朝嘛，皮浪萨基东哎东半朝。我们看一下现场还有19盏灯。